新闻头一条，咱来看南海主权争议，搁再引起讨论哦。中国宣布要伫咧黄岩岛设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讲这个黄岩岛是中国的领土。不过，这嘛引起菲律宾外交部的抗议，批评中国若准备安尼做是非法侵犯因的主权。也那咱的外交部嘛发表声明，批评中国这个做法是无法律的效力的。中国国务院最近公告，会伫南海中沙群岛有主权争议的权岛之一，设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因其主张有这个权岛主权的菲律宾抗议，菲律宾外交部讲，安尼先已经严重侵犯菲律宾的主权，会向中国提外交抗议。The Philippines urges China to respect the sovereignty and jurisdiction of the Philippines over Bajo de Masinloc, refrain from enforcing and immediately withdraw its state council issuance, and comply with its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中国外交部是重申，黄岩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设自然保护区完全合法，目的是要维护生态多样性。指责马尼拉伫咧霸人，请伊莫阁吵这件代志，莫甲代志愈闹愈大。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早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中方不接受菲方的无理指责和所谓的抗议，敦促菲方切实停止有关侵权挑衅和肆意炒作。咱外交部严正声明，中国对黄岩岛的任何主张非法而且无效，希望各方遵守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尊重国际法。在地渔民团体批评，中国讲要保护环境，不过却是黄岩岛的破坏者，市场若互因抢去渔业资源的减少。Hipokrito sila, no? Hipokrito ang gobyerno ng China na may ideya pa sila na maglagay ng o edeklara, no? Yung West Philippine Sea, lalong-lalo na yung Scarborough Shoal. 黄岩岛伫咧中山群岛，台湾官方正式的名号做民主岛。湾群主要航道渔业资源正丰富，虽然中国长期主张九大线权利，不过2016年海牙常设的仲裁法院就裁定，中国的主张无符合国际法。即马北京设立保护区，搁去卡着区域的敏感神经，恐惊会互南海的局势继续升悬。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辑。